会使甲讲你有够俗来讲起来，是一个真出名的代志吼，是一个真出名。所以甚至无论你个性偌好，甚至你外口的或者车人，你大家全拢知影。但是因知影，但是毋知影伊，因知影。但是咱即马现在啦，因为即首记，这是一个大家讲起来是要经典。这物件讲无好势，若讲毋歹，其实咱读这文字无啥意思。因此当中呢，咱我借着这一年，特别甲你讲明清楚吼。话题本无像物件。也回答。本来有一份好处，也定来，当然这首记，这首作有讲，但是因为差别的所在，先是无地唱，伫咱两首记较对照的，先是无地唱。心是无地唱，心如丝丝秋千。是敢毋是吼？你说公式的式。有数学进来了吼。七，有单的吼，安尼吼，敢是？公式。手边，安尼写无？公式的式。安嘛，有安有。零式的式。注意着了吼。无一个。无一个撇。无个撇落哦。其实，当然咱首首来讲，这个话题，咱叫做讲，就叫做讲。话题叫做讲，咱我拄则讲过吼，咱用看着吼，这个话题叫做讲，讲无讲，这个话题本自性，马上叫做话题，这个叫做自性。因为这句话伊写讲得清楚，话题本来就是讲，话题本来自性。所以六祖规定第二品的内底，无上伊讲一句话，讲话题本自性，用心即是梦，静心在梦中，但情有三种。所以话题本自性，就是讲一句话。那话题也叫做讲，嘛叫做自性，自性嘛叫做分，爱讲跳啦吼。所以这句话题来讲，这句话题来讲起来，这菩萨拢这是讲话题，恁来听好无？本无像，咱伫这个觉性的内底当中，这是一个无形象的物件，就是咱的自性。咱的自性内底当中，咱看是看哪？看这个表象，敢毋是安尼？看这看底尔。咱有看到灵魂无？就参照你今日到刘海这内底，咱刘海内底当中，这个空间的内底，你看这个空间，你有看到空气有无？你敢有看到空气？但是有空气有无？你有感觉，迄叫做感觉，叫做感觉。你叫做感觉对不对？有感而觉，叫做感觉。现在感觉都是有这个物件内底，那感觉。
你若无即个物件，你哪感觉？比如阮今日去一个死人去啊，你甲注射伊会疼袂？你甲骂伊会哀袂？你若要用冰箱啊冰来伊会烂会袂？当然难烂。是啥物件？无有即个觉性即个内底，但是即个觉性内底当中，这是一个无形的物件，叫做无形。即无形的物件，即个无形的物件，离咱佛教上来讲起来，伊讲叫做空性。佛教上讲叫空性，空性，迄个性叫做空，但是性空的内底当中，即个叫做咱讲叫做离咱一般讲叫做理，理就是咧讲叫做本体。即个菩提，即个叫做本体，本来迄个本体物件叫做本体。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咱今日即个马蹄，咱讲叫做本体嘛，即个毋是叫做本体，即个叫做用功夫。本体就是哪？本体就是迄个自性，迄个自性。今日我问讲，啊，你个自性有无？伊讲有。啊，即有你今日自性我看卖啊，有法度无？但是你今日你会和我讲话，会和我对话，会听话。你会感觉，迄叫做伊自性，迄个就是自性。有甲无，迄拢无重要，是你有法度回答我，迄就是啊。毋是则经过语言，因为经过语言就是经过功夫出来。所以咱讲一句话讲，书面啊总盖子，啊盖子啊总书面。即个叫做盖子，盖子就是哪？一个细粒仔的物件。但是我当做一个书面啥个内底当中，是咧讲哪？咧讲即个心。啊，敢听？即个叫做虚名，讲书面总盖子。即个虚拟三个内底当中，有一个介质真内底，有因为即个介质内底当中，因为互即个虚拟三会当独立而不改，周旋而不殆，四维天下，独立独立而不改，独立而不改，当不当周旋周旋的物件。但是咱今日你爱知影，咱自生上发现，迄个领域了后，咱甲即摆时阵。好，咱甲即个时阵，咱大注意，伊也伫即内底。咱是随着即个马体有心脑病，但是咱才会死嘛吼，心脑病，咱这三个一定过。但是到了有一日当中，叫做心自坏，讲心脑病输到尾一个数了后，那叫做缘灭。但是你迄个自性，你有一个觉性，迄个物件，迄个无变，因为迄个咱叫做转世转。要去转世去，每一个你在世，什么因，你得去投下什么因伫迄个内底当中。但是咱做在讲菩提本自性，即个菩提的自性，即个叫做理，嘛叫做空性，嘛叫做佛，嘛叫做自性。其实讲起拢一项物件，是佛教上足侪物件，互咱讲法度回去听。所以因为即个叫做无形，啊，即个叫做理，就叫本体。你有一个本体的自性，安尼啦吼。明镜会回答，好，当然，伫即个自性内底当中，本体内底当中，因为你才有手，手就是讲什么？本无手，但是即句话咱个对照的，心是菩提手，有无？伊就是心是菩提手，心如用一个大个明镜，好，所以这两句话，啊，这两句话重点重要。但是因为菩提即个就是讲自性，明镜会回答，明镜即个讲哪？对了空性所流露出来叫做理，明叫做哪？叫做谛，即句话叫做谛。啊，就是讲对即个理所流露出来叫谛，听得见？听得见？即个五经，即个五经吼。这个五经的工具，咱这个工具就叫做体本体。但是因为伊经过着伊的光，安尼叫做用嘛，这个叫做体嘛，这个叫做用嘛，光明嘛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讲智慧甲知识，明镜这个叫做智慧，好，这个叫做智慧。所以咱叫智，叫做识。其实智甲识。智甲识是同一个东西，同一个东西。智甲识是同一个物件，安尼敢听有意思？
地甲色毋是两个物件，是同一个物件出来面。你甲看的变成色，你甲显起来变成地。这个手，咱甲这边这边叫做地，倒边叫做色。做转色性，毋是讲地，毋是讲色啊摕走来一个地，毋是这个道理。是因为你甲转过来，你甲转过来。哦，啊！你今日就是安尼转过来，你就叫砍掉咧，你毋通叫做色，你甲转过来，叫做转色成地，你甲转正面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个，我即摆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这个叫做太阳，或者这个叫做太阳，对不对？太阳，哦，太阳就是咱讲叫做力，就是讲叫做风色，这个太阳。太阳的光啦吼，叫做明镜，叫做地。但是太阳有离开光无？光有离开太阳无？无离开，共一个物件出来，都共迄个太阳出来。但是奇怪，咱今日是安怎无光啊？对嘛？今日叫做阴暗，明仔载叫做天光，天光叫做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暗叫做哪？叫做色嘛。问题毋是这个太阳，问题毋是出现这个太阳。出现这个哪？出现这个地。这个太阳是遐如如不动，咱的主性就是如如不动。哦，伊照射伫遐嘛，但是这个太阳，咱这个地球就是公转甲自转嘛，敢是呢？今日转过了后，叫这个太阳照着了，咱叫做哪？咱叫做白天嘛，咱叫做白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转过了后，咱这住伫这边，哦。啊，太阳照这边，无照着咱这边，安尼叫做晚上嘛，安尼叫做晚上。敢是安尼叫晚上？哦，你是像美国白天啊，而且地球转过来，但是地球咧转当中，因为伊是一种去互炸掉的物件，去互炸掉，去互这个地球的光转甲自转去炸一掉，含迄个太阳有关系无？无关系嘛。意思来啊。咱这个力伫咱的自性所流露出来当中，这个力就是咧讲太阳，这个地就是咧讲太阳的光现象。但是今日咱这个地太朝变相，咱叫什么人？咱叫什么炸掉？咱来到世间，咱来到这个世界嘛，哦，叫什么？叫两脚掉嘛，叫人造嘛，叫什么人造？咱去学你爱的事，因为这个美地。这两个本来就无变的物件，绝对拢袂晓无变。咱今日这个面镜，原在嘛是伫遐个面镜，这拢无歹去的物件。但是因为咱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这个世间的习性，这个习性的人造，哦，也是多生劫来的人造，毋知安怎甲你讲？咱这自性是可怜的，因为随着两脚去轮回的，随着两脚去轮回。随着生啊，随着死呢，啊，随着生生死死呢，咱是随着安尼呢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无爱行，就袂使。因为安怎讲？伊本来就是如，就参像我做的理。咱生出来了后，互咱真出现，就参像我咧讲的这个角性是啥？但是你咧受气，伊嘛甲你做伙；你咧痛苦，伊嘛甲你做伙；伊嘛讲你痛苦我无爱你。你咧受苦，我无爱你；无你今日出世你才出善的，我无爱你。因为伊原就是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。但是你今日做了好，伊含你去公平呢，含你去升呢；伊今日做了比歹，伊含你去对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叫做无为，叫做无为。以为无为而为，无为以为。才是道理。无为而为，那是真正代志呢。无为而为，咱今日自性当中是一个无为，咱自性是无为，生来了后就无管你，就甲你遮如何咧运作。而为，伊今日24小时无甲你停过，伊若来看者停过呢吼，啊可能你讲啊在上天了嘛，哦。以为有以为，以无为而为，你甲你运作，
这有待于我。他敢听有意思，你敢听我这个意思？有啦吼，所以唔通难过。如果不是讲，也不是在，哦，你讲不是讲，但是他在你讲的内底当中，因为伊利用时中甲你讲互你，讲互你，拢讲互你。伊若甲你讲啊，我要休息一阵啊，安那，咱这个冰冻地带。伊甲你讲，地我要休息一下，我看三班地理啊，无因，伊一定，无因，即块地无因为讲你好人，伊要互你大，你歹人伊要大，你甚至你放火，你做些无歹事，伊唔互你大，伊无即个道理。无讲你即个好人，伊硬讲要互你，无讲伊今日即个歹人空气唔互你，无即个代志。所以咱讲一句话啦，今日如咱，哦。如天地，以天地合地天，以如我合地天，以数是合地数，以鬼是合地结构，哦，以阴阳合地消掉。当然讲这，这就是讲啦，这是咧讲道，啊，这道就是讲咱的主性。社会是讲咧讲，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以德可度天，就是咧讲。咱的自性，上天互咱这伊道道完全就自性，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互咱今日这个自性是啥？但是咱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咱人起了妄想，起了思想，做了偌济歹代志，做了偌济罪过错，人无以德可度天。咱无一个德归保互咱家己自性，所以今日当一句讲，所作所修，自作自受，咱该做的，拢该去做。咱是安尼叫做自作自受，所以今日一定要了解菩提明镜，即句话就是讲啦，即句话就是讲自性，对自性所流露出来的智，就是讲第一句，拢伫对，拢伫家己。所以这两个爱看下，即句叫做天，即句叫做妖，所以即句叫做啦，哪边甲讲者较解释？菩提即句叫做空，空性，空。明镜伊为大智慧，那么叫做妙用。爱咁听，妙用。所以因为伫圣经内底当中，空，安尼不异，空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你袂记啊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空不离色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空就是咧讲空色，色就是咧讲有，妙有用。所以叫做空性，空性甲妙有的。何其自性不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自独觉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。后壁一句讲，何其自性灵性妙法，迄叫做有。头前迄叫做空。即句敢听好无？合作当然后壁一句讲，连连相调。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要讲哪？要讲咱这个本性。何其自性本自苦觉，就是讲即句。何其自性灵性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讲即句。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在心不净，在空不变，即句叫做四本。即句叫做四本。所以六组后壁得到五组观念讲即句话。何其自性灵性万法，就是咧讲即句。明镜伊伟大。咧讲即句，即句叫做妙有，对妙有，我主讲讲叫做妙有。因为那你若讲空是空，你无即个妙有，咱叫做断灭空，叫做断灭空。即句话互你讲就够巧，但是因为即句话伊的本来如的本体所流露出来，即叫做妙有。咱今日，咱有一个主持本体名，你今日若无妙有思想。妙用思想啦，你迄个思想是对迄个出来，你的思想也对这个出来的，你思想若无对这个出来，你的思想就对啦。啊，你若无思想，你甲一个人住喺人讲你叫做白痴的，白痴甲哪天才是都差一个观念尔。讲白痴甲天才吼，白痴甲天才，白痴甲天才有啥无相像？所差一个念尔，对不对？白痴甲天才看着相像呢，真正呢，但是要差天人之别。所以你今日一定要知影，
书本就是讲是菩提本无修，何其殊胜，明心妙法，明镜亦非大，因为就做流露出来的力量，迄叫做妙用。本来无咧本，而咱去自性经的内底当中，各位前人，咱看到这个肉体，这个肉体生老病死，地心人的，知影这个肉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如果，都得以经过那个能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爱了解，本来无本，那何处见来？这是人所讲，你个本来无物件，你要去加什么田来？你要加什么田来？所以这个当中，伊讲的，但是这句话甲写到哪来？心是菩提心，即摆用相论啊，这叫相论啊，相论，这叫做理论，合作叫做理论。两句话都传的尔。相论，心是菩提心，心如明镜大叫相，事是要去甲切了，唔通要直直来哦，这叫做相论。安尼讲，这两句话，心如明镜，心就参的是大，有大吗？明镜又非大，哦，这有地体，这有地用听好，这叫做理论。理的内底当中，理论的方式，这是相的内底当中，以相论相，以相论相更加执着性，以相论相更加执着相，安叫头的。所以世人个无数业来，所以无怪目睭为灵，当然听着了，身受讲修持不了，三不地性。无做听着了，共款啊，未见本性，你作出提到问话，不敬问话。可以讲，无上菩提安怎了不得？有惊嘛？有大嘛？了不得？无上菩提殊得见啊，识入本心，见入本性。无上菩提殊得见啊，识入本心，识入本心叫做明心，见入本性叫做见性。安怎听？无上菩提，我得强调一句话，伊头前就讲的，无上菩提殊得言下，毋是言的内底识入本心。你会了解你的明性，无上菩提殊得个见入本性，就是你的明性甲见性，这两句话足简单。这句叫做见性，这句叫做明性。那安尼来本来都无物件，物件是相，何处叫定来？定来就对了。所以这款物件，如果咱这里阿无会捌，阿无了解，可能咱对这个话题看法，因为时间可能已经到，咱今日这处我讲到这段了吼，可能过几年嘛吼，过几年嘛吼，今年上尾一课啦吼，因为今日这个重点呢，因为咱讲到这个所在，当然有一寡无了解，讲无合咱的意，咱大家当私底下来讨论，吼，因为愈讨论，咱就当愈捌法，愈捌法了后，咱就愈较起。最后，就旁边各位大家先进一下，现在给好，谢谢各位。大众全体。感谢地文师的前导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地干向无极郎五行3公里前道一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点文师的鞠躬，坤道一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点文师的鞠躬，持架向无极郎五行3公里前道一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鞠躬，众架点文师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鞠躬，众架点文师鞠躬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